好，来继续来看刑事局抓到一张毒品加皮包的分装场，进一步追查，发现这个主嫌佮进口着化学气剂来做松狮烟弹这种的毒品，这嘛是国内第一届查到用这个化学剂来做松狮烟弹。啊，讲松狮烟弹若输过量会伤害神经系统，尤其是家己做的品质无法度掌握，而且可能会佮产生其他的毒性，是更加危险。警方全副武装冲入嫌犯伫新竹的工厂，当场伫内底发现各种化学原料，有卡西酮化学粉、液体原料、分装工具等等。警方判断，这原料经过一定制成，会当合成出俗称丧尸烟弹的粉，这对着社会危害真大。哦，你说这一箱哦？这一箱可能要请同事看来翻啦，空运来的应该会北西。这是国内头一摆去抓到要用化学气剂合成做依托米酯的案例。警方调查，涉案的主嫌佫入网络买空的烟弹壳，甲各种口味的熏油，有可能会制毒。查扣各种口味的依托米酯烟油，混合丧尸烟弹所需的各种原料，相关原料送验后，认定经由一定制成，可以合成依托米酯结晶。嫌犯合法分配进口化学原料加粉，验过若合成者。那呢，有可能做出依托米酯的粉。你若讲依托米酯食了过量，会去伤到神经，尤其是家己做的品质更较袂当控制，有可能发生疗伤未够的效果。会造成神经的损害吗？当然会啊，然后会呼吸衰竭。如果有人想要自己合成，对人体伤害的情况有可能再加重就对了。有可能会不一样，甚至会产生其他别的症状出来，或造成其他的毒性。嫌犯佫伫社群软体散布卖毒品的消息，拍算要大量做这丧尸烟弹，加在未经做，就互警方抓到啊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